覺得人咧就係適當嘅時候咧要認啊，覺得自己軟弱，或者你要休息啊，慢慢重新出發。我成日覺得咧放負咧未必係唔好嘅嘢嚟嘅，呢個過程咧係會吐咗啲嘢出嚟嘅，積存好多未必好 OK 嘅能量，但係當你釋放嘅時候，就有空間去填啲好嘅嘢入去，承認軟弱同埋承認自己唔係好得啦，要有一個時間休息咁。你不如快趕我走，長期被熱風冷嘲可以怎去忍受？因我被取笑夠，這怪獸都感到荒謬。你不如養一隻狗，便宜地令你滿足，比我可愛的密友。恐怕自己在進修，拼命研究，也沒旁觀者會不走。我不如一個人，我卑微像一片塵，與人為了人，糟質人，只惹人痛恨。